动我的神经，种种屈辱犹如雷轰顶，四目交接，我怒吼冲天，忍耐总得有个极限。机会从来不给弱者同情，骨节傲气，霸气背后孤寂，挡不住你我左闪右闪攻击，多凌厉哈，多凌厉哈。在电光石火中，我看不清你的身影，该做些什么才能打赢好这场战役？紫禁之巅，喂！开始不要了，太好了！明年除夕特别节目《民视第一八八八》的主秀已经知道是谁了啊！哎，这激动，好回事，好心最尬 PK。好了，我哪个不要再打了？要打是玉米气好吗？导演说拍戏啦！而且没看过人赤脚还笑那么开心的。输了人家赤脚哦，不要受伤，哦。笑这么嗨，不用写成情绪，人是不用进步。文章要掉下去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样的心情？好，来吧。我第一次看人家赤脚跳 Michael， 然后跳完脚都破皮这样。太好了，明年除夕特别节目《民视第一八八八》的主秀已经知道是谁了啊！哎，这激动，好回事，好心最尬 PK。最新版的不要再打了。对啊，激动 PK 红。对嘛？太好了，明年除夕特别节目《民视第一八八八》的主秀已经知道是谁了啊！哎，这激动，好回事，好心最尬 PK。最新版的不要再打了。不要再打了，要打进面多条还跳呢。